另外，伫南投市福公路这带呢，有县内规模上界大的工业区。这条路当时嘛是甲国道3号联络的重要道路，伫上下班时间呢是真够塞车的。所以县政府是甲内政部来提报计划，核定4亿9千外万，打算要甲福公路向西抻去到工业路，来改善第三线塞车的问题。 福公路连接南港工业区这个路段，因为车流量多，逐工上下班时间拢会塞车。南投县政府2年前向内政部提报延伸计划，通过核定，也伫地方开说明会甲协调会。计划道路全长1公里，跨度30到35公尺，行总算是动土啊！第一场开动顺利。 从交流道下来吼，啊要去这个工业区，啊是讲要去山顶吼，拢爱伫这个南公路吼来做这个转换。所以如果这一条路延伸之后，到南投市的各个地方都非常方便。 这个南投市福公路向西延伸到工业路的工程，是要连接国道3号南投交流道到工业路，是串联南港工业区、往来产业园区，甲国道3号交通路网的最后一段路，也是南投市东西向联络的主要干线。南投县府表示，工程预估咧116年12月完工，希望有效降低第三线的塞车问题。 除了可以让南港工业区以及现在我们的望来园区呢，在这个整体的乡亲在出入上面呢更加的方便，那也许车流会更加的安全。不管是观光啦、产业发展都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在国土署的立场当然一定来补助。 这个工程除了兴建道路，也包括半山坑、排水整治以及定兴道周边的系统串联。山坡地水土保持设施也有纳入整体规划。政府表示，希望交通建设会当促进南投工商产业发展，也提供更较完善、甲安全的人行动线。记者辛平义南投报道。